台南市新营路边停车对8月开始收费，也毋过民众煞一半停伫停车格，另外一半停伫外口，防止讲是要比自动感应的收费。台南市交通局是解释讲新营路边停车上人工来收费开单，只要停伫停车格是拢爱收费。 行伫台南新营的路里，会当看到原本无收钱的路边停车格，为8月开始袂煞收停车钱。毋过嘛，因为安尼，最近出现一寡特别现象，就亲像这几台车，一边等停伫车格内底，另外一边停伫外口，可能是要相比车路顶的地主感应收费。它是要给一个官网看，你看哪里有空车位的。对，如果感应到车子的话，它就会有显示。 哦，对，它不是收费用的。一开始我觉得可能会啊，但是后来有看到有收费停车员在那边收费，所以看起来只是单纯做一个智能的感应而已。多数民众拢了解地磁感应的作用。事实上，这个伫停车格中央的地磁感应器，是甲停车状况就是甲台南好停的 App 连线，互控制中心知影每一个停车位的停车时间甲空位等状况，协助用路人会当愈紧找到新营区的停车位，甲收停车钱无关系。新营目前也阁采取人工收费方式来开单。民众在停车的时候，收费员巡场的时候，还是会依照正常的程序去做停车收费开单。 民众若用特别方式停车，会造成其他用路人查到车位煞无通停。交通局呼吁民众要依照正确停车方式停入去停车格内底。记者温哲兴台南报道。